由台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规划设立的原住民文化健康服务站，因为是民间出手，社团营运。不过今年的2站除了有北区的大光、甲永康英文病院，其中英文病院因为防疫的关系，可能要延后申请。不过因为中央的补助是有时效，因此议员应该大力要求，希望原住民族委员会爱甲社会局来合作。避免文化健康服务站就安尼无去。体会医院目前一切以防疫为优先工作，所以希望能有其他更多关心长辈的社团协会或医院加入设置文件站的行列。这句话什么意思？听起来让人家很紧张。因为我记得前不久我们总咨询的那一天，主委还讲说，前一天已经开放让这个重新申请第2个文件站已经有一个眉目了。然后你现在突然发这个文，我真的看得非常胆颤心惊啊，主委。这是因为我们原本其实就是万事都具备了，就是荣总跟南园教会这边都已经谈妥计划，也都写好了，就等中央的经费。那但是因为现在防疫的就是长期投入防疫，所以荣总这边给我们的答复是，他们现在以防疫工作为优先，因为我们还是长期要跟荣总那边合作然后但是因为目前比较紧急的事情是防疫，所以他们的人力吃紧。那所以意思是他们延后申请吗？还是什么？还是说他们就不申请了？但是中央的经费是有7成的所以我现在这边我就要另谋其他合作的医院，我就没有办法等他们。但是我们其他案子还是可以跟荣总来合作。在这种过渡时期，不管我们能不能有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有没有西北的，怎么样让族人也可以理解说，你社会局这边的长照 ATC 据点也是可以利用的，或者是社会局这个地方能不能再更友善一点？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也可以去的。如果说长辈们觉得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不安心来讲，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不要跟我讲说那是你原民会的事情，好不好？所以这一块，除了我们白主委这边可能要再请团队这边多加努力之外，社会局长不要做壁上观。不好意思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啦，都一并都可以来参与的，这没问题。另外，在地方建设方面，因为山区本身资源就较少，这届有中央立委的争取，补助南西区公所办理水资源作业基金的水库清污，公益支出做排水工程300万。有议员表示认同，并且呼吁地方应该加甲中央来争取。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